那个地形讲个内底有一个中分下坡，而且爱去伫遐后，你看那个较大湖南人下坡嘛，所以去接触去伫遐吼，遐是迄做卖迄款啊个网叫老水老时吼，看迄骹倒去，我咧骨头都冻淡咧，迄就是荷兰人，较早荷兰人那有捌去伫遐。日本时代就是个布胶，差不多一个故事，就是日本迄款个占台湾的时阵，伊迄个队长，乾隆啊，乾隆的时候，台北迄阵是落来是个，伊哦，即个附近挂路边。去国标，遐一个厝，遐清楚。所以，阮较早国校的时阵，有一个纪念日，总会带伊坐船啊，哦，去行去国标，要看迄个青龙大会去厝啊，惊拜拜。厝哦，因为无咱上无特别的。迄个无人无特别老的啊，现在啦。啊，做啥？有大家想要知啊，还是人？我要知。